各位你好，我今日要介紹嘅書名叫做《還看下一代》。還看係代表一種嘅期盼，代表一份嘅珍惜。作者好想用一份嘅嶄新嘅角度，一份好珍惜嘅角度去睇我哋年輕嘅下一代。呢本書嘅第一個課題就話，究竟現代嘅傳媒點樣睇我哋年輕嘅一代呢？第一，外表早熟，心智遲熟。第二，好鍾意玩，但係好多嘢都冇乜興趣。第三，對大部分嘅事情最普遍嘅反應就係冇咩反應。第四，好善於係睇見嘅，但係唔善於閱讀，善於聽埋好多嘅嘢，但係又聽埋都唔係好理解。去到最後啦嚇，尾二啦，第八啦，唔珍惜學習，唔嚮往長大，又怕悶，只係怕辛苦。唔知同學睇到呢啲咁樣嘅對年輕嘅一代嘅描述，你會有咩反應呢？定一話好似頭先所講，你冇咩反應㗎？簡單啲講，全部都係乏善足陳，冇咩好嘢嘅。但係呢一位嘅作者呢，佢好想用一個嶄新嘅角度咧去重新去剖析。如果呢個係真係真相，即係呢啲係港孩嘅特徵，咁點解會形成係咁呢？係咪必然係一定係咁嘅呢？其實唔一定㗎。只要我哋呢一班嘅大人肯成為所有同學嘅一啲年輕嘅同學嘅一啲嘅生命嘅解話人，願意同佢哋陪伴佢哋走呢條成長嘅道路，呢一個頭先所講嘅嗰10大港孩特徵唔一定會出現嘅。最後作者好想咧就透過呢10個課題咧嚟勸勉同學好好去珍惜自己年輕嘅生命，或者聽我講一次啊。第一，尊重生命；第二，毅力定成敗；第三，失敗只係另一個邀請；第四，無條件嘅接納；第五，選擇有價；第六，金錢以外；第七，持守原則；第八，專心一事；第九，更高位份；第十，終極嘅事。如果聽完呢10個大家都唔係好明嘅，佢最後都係用一段嘅詩篇嘅形式咧去表達頭先呢10個課題嘅，或者我哋就係睇2段啦。譬如最後呢一段佢話：假如你相信自己生命冊是空白的，只有你自己能決定你嘅內容結局。喺人生嘅漫長賽道上，你唔相信朝夕嘅成敗，只係相信得時不得時，你都要勉力跑下去。咁啊，即係其實你要堅持到底咯。咁樣最後一段啦，亦都係：假如你真係能夠睇得見金錢以外嘅價值而不自誇，慢慢學習駕馭金錢而不被它控制，或給人騙財而不視之為奇恥大辱，反而能夠淡然處之。咁樣最後啦，假如人人都為自己營營役役，而你相信更高嘅位份在於捨棄，當別人都以金錢地位嚟衡量成敗，你卻滿足於別人得到善待與愛惜。耶穌基督嘅一生豈唔係就成就呢句說話咩？耶穌犧牲自己好多嘢都係為嘅去服侍他人，能夠成就愛呢份嘅功課。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孩子，你將會比我們呢一代更精彩。願意同學都能夠去圖書館借一本書去睇一睇，讓到你能夠成為一個精湛嘅新一代啊！